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6月24日公視大吉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咱先來看今仔有啥物新聞重點。台南一個有生30多禮拜少年媽媽車禍，囡仔無落，媽媽過去搶救。早起新北市邦橋一台公車駛歪，教死一個老大人。今年的教育調級會有無人機跟海馬斯的操作訓練，國防部嘛按什麼手法？替一個查某職業軍人就愛家己教調。台股正熱，民眾借錢投資，金管會表示講，若發現銀行信貸業務成長高風險的指標異常，就會發動金融檢查。來看台南的北區發生一站連環車禍，一個有死腦已經30多禮拜，20歲媽媽騎歐多拜去弄到頭前一台第三車的歐多拜，結果跌倒，把佫去互後壁的轎車搞到。這搞到人的駕駛是賽車老跑哦，這媽媽這麼巴肚內的囡仔是無保條，媽媽人佫佇加護病房佇搶救。監視畫面翕到路邊一台轎車拍方向燈，要駛入去車道，頭前細褲的查某騎士看到，連面向內平閃。不過對了後壁有新的20歲細膩的查某騎士煞袂赴反應，直接弄起哩連人掛車駛去倒手邊的車道。後一秒後壁轎車閃袂赴，車頂去搞到咧塗開有心人，熱心的民眾看辦事唔對，趕緊摕邊仔的路障，避免救車去弄到。停路邊也袂拍紅燈，啊路邊要吹也袂拍紅燈，啊行啊外口出來就直接。所以嘛是攏會驚就對啊，即擺佇外口咧開車。也要驚死。一名懷有身孕女騎士沿西門路直行時，先與同向機車發生擦撞，再遭後方同向自小客車碰撞，傷者均送醫救治。另自小客車駕駛於事故發生後離開現場。經通知後，已到案說明。代志發生在23暗時9點外，台南西門路4段發生連環車禍。65歲姓葉的查某駕駛搞到有心人，敢若佇現場停5至6分鐘就注意走，警消趕到場，遂甲重傷的有心人送去病院搶救。因為伊有生超過30禮拜，狀況真危險。隨後病院緊急做破腹手術，較危險的是囡仔落尾也是無救回來。警方調監視器鎖定車牌了後，在暗時11點，賽車駕駛才到警察局說明。胎兒起出的時候呢，已經是心跳停止，那胎兒也緊急進行了30分鐘的急救，但是病人最後胎兒最後還是宣告不治了哈。那大人的部分呢，經過急救過後有回到加護病房。那目前我們初步發現到的診斷，主要是雙側肺部的氣血胸，還有肺部有挫傷。受重傷的這個有心人，經過手術搶救，目前也在加護病房，也未脫過一劫。警方講，這兩個機車技師攏無駕照，駕駛並無食酒食毒的情形。警方後續以過失傷害和肇事逃逸等罪嫌，甲姓葉的查某移送法辦。詳細的調書責任，佮愛閣進一步調查。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再來看，今仔早起8點外，佇新北市的邦橋有一台公車在駛歪的時，去弄到新北市議員參選人周偉漢的媽媽。這個老大人哦，現場都無喘氣，嘛無心跳，送病院嘛救無回來。台北客運是表示講，這個駕駛在駛歪的時，有佇路口停等，嘛有比手勢，迄當時嘛無看到有過路人哦。客運公司是強調講，因會負責。這個駕駛嘛已經予以過失致死罪來上班咯。一個查某人才拄踏起哩過路線，原底停落的公車向向起步向前，直接弄起哩。過路人掉在咧橋骹，已經無喘氣心跳，經消緊急救援，送去病院搶救了後，還是宣告不治。有很多那個消防車跟救護車而已，我不敢看啊。不曉得怎麼樣也不知道，那警察在那邊要救他出來啊。在底盤下面。嚴重的車禍佇咧新北市邦橋發生的，一台台北客運公車，也是透早8點外，佇咧北門街挖病的時陣，才造成死亡的事故。起紅龍的亡者是新北市議員周勝科的情某，嘛是新北市議員參選人周偉漢的老母。他雖然有左邊沒人，右邊沒人，他有確認的，有落實停車再開，只差確認，他只是也沒有注意右後側的方向又有行人走出來。肇事的駕駛經過測驗了後，無啉酒駛車的問題。客運的業者就講，會甲賠償的責任擔起來，而且佮說明，這個駕駛已經做22檔，平常時表現攏真好，工課時間佮歇困的時間攏真正常。不過這回有先停車才佮開，完成資材確認，也若警方會甲規個案件向過失致死來偵辦。記者綜合報道。
再來看高雄的美濃圍公山的崩坑哦，昨下晡發生火燒車，一台轎車是家己駛去路邊，隨導火爆炸，崩坑內攏是烏煙哦。這個轎車的駕駛未負責，嘛不幸過往，警方是個確認伊的身份。崩坑內底規台轎車攏已經倒過，消防人員着急拍過，因為火燒車造成規條崩坑攏是烏煙。對美濃這頭出動的消防人員拄啊好是風尾無再掉入去，路尾是斜對另外一頭的崩坑口入去搶救。警方表示，轎車駕駛唔知啥原因，家己駛去弄路邊，隨爆炸倒過，人走未離，已經不幸過往。疑似因自撞事故後起火燃燒，火勢控制後，車內發現疑似駕駛遺骸。為因車體燒損嚴重，身份及相關細節仍待後續鑑識單位進一步確認。目前轎車駕駛的身份，佫需要等待確認。不只個這場崩坑的火燒車意外，因為煙筒後勁嘛，造成一個騎歐多拜過路的民眾，卻互烏煙砸着傷。消防提醒，台灣的崩坑新型的兩邊邊攏有逃生門，民眾會當直接對遐走去崩坑外口。那親像美濃的圍公山，甲基鎮的貴港崩坑，都攏愛往相平的崩坑口去逃命。其中貴港崩坑中有開逃生門，民眾會當對遮行過另外一項車道的崩坑口。隧道內底電管攏有水管中心，愛因會公布，指導咱民眾看要安怎逃生。啊，萬不你也講，佇逃的時陣啊，較緊急的時陣，千萬希望這民眾你莫放棄，啊，就盡量往，看火你過你手，咱就為伊的反方向去逃生。消防強調，崩坑火災真危險，烏煙唔但影響喘氣，也會阻擋視線。民眾會當驅互家往事故的電道頭去逃命，千萬唔通因為好險，甲家己的性命安全放外掛。記者柯家做區兆陽高雄場報道。來看，今仔是國軍備戰操演的第3天，北中南攏有部隊加入演練，來模擬解放軍的樹泥船要對淡水河口上花軍方來進行阻擋。海馬斯會誌嘛頭一屆加入備戰操演，咱做回來了解。載滿油桶陸軍53工兵軍駛 M3 鋪門橋車落水，國軍即時備戰操演第3天，換工兵出表現，2時早起8點，佇咧淡水河口演練，甲敵軍炸落來。兩隻 M3 鋪門橋車攏在油桶結合更刺位的普通平台，也有官兵坐塑膠船炸希望啊。岸頂是有英號戰車在看顧戒備，工兵軍佇咧淡水河安排3抓的防線，目的就是拍亂中國軍犯台節奏，阻止中國軍的氣焰軍團突擊品發動突擊，衝入來台北市的市中心。那專家建議，國軍會在佇咧淡水河加入無人機旁軍的作戰。河道上的各種戰物就是地面上的布雷哈。那敵軍的話一定要增加破障跟除雷的時間嘛，那其實這個時候呢，河道兩岸其實不用在附近啊，甚至呢，你遠在圓山飯店就可以起飛自殺無人機攻擊準備。6台海馬斯導鋼火箭規大陣為營區出發，出現佇台中的街仔頭，有源頭打擊鄰敵的海馬斯是中國軍頭一個攻擊的目標，所以陸軍第5作戰區就咧演練戰力的保存，讓部隊會使熟悉戰場的環境。這嘛是海馬斯頭一屆參加即時備戰操演，每一台車攏囥佇咧無共的所在，像講藏佇咧人道的倉庫，秘密好勢，互敵軍的人找袂到。咱國軍咧有進步啊，啥武器啊？有啊。舊年啊，應該舊年對。嘛有來甲你照着地。另外，海軍海防大隊的輕防飛彈車去用看到駛離開左營的軍港西5戰術的位置，海軍陸戰隊的悍馬車、軍用卡車是駛轉去左營的基地。國軍透過即時備戰操演，提升部隊快速反應的能力，應對各種的狀況。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中國的福建號軍艦，昨暗時通過台灣海峽，國防部嘛公布監控的畫面。台海情勢緊張，今年開始新的教育調級會有無人機、有海馬斯等新武器的訓練課程。即馬國防部嘛在研究講，要互退役查某的職業軍人來加入後備教育調級，相關的草案閣會審議。面對敵情威脅的快速變化，為着提升咱國動員義警的整備時間，國防部今年開始全面實施14天的後備軍人教育調級，正式取消過去參加一屆14天會當拄2屆的舊版鼓勵機制。照現行法規，以4屆為限來算，等於講若是逢點好點滿，教育調級上濟會當到56天。若無人機等新式武器的訓練嘛，以原兵歸原位的原則正式納入課程。所有兵種回去可以用教召等級。
攏會摸到無人機嘛？對，2個小時。 2點鐘給他介紹無人機、搞遙控飛機也無講了，差不多啊個。各軍種可能編的時間是不一致的。國防部最近也研究修法，要將理性後備軍人納入後備役的管理甲調集。不過，說好外界解讀者全體理性攏愛教育調集，各立項也趕緊駁回。民眾誤以為說全國所有女性都要納入教召的對象，實際上並沒有嘛。我們現在又沒有對女性要求要服義務嘛，所以女性會變納入後備軍人編號，一定是她。 自願。目前這是國軍的即時備戰操演，23佇台灣海峽檢獲中共上新的航空母艦福建號通過，軍事專家研判應該是完成伊後續的艦體甲裝備的調校工作，準備赴南海部署。它在飛行甲板上面並沒有部署任何的軍機，那很可能就是到南海再跟它的海軍航空隊的殲15以及殲35進行這個編組，進行另外一端的組合訓練，這是它可能的動向。相對的，中國的遼寧號航艦日前也結束在台灣東南部海域跟菲律賓海之間的演訓，北返華南的基地。這顯示中國的航線戰鬥群已經日趨成熟。國防部表示，相關動態攏有充分掌握。蘇志雲提醒，中共佇西太平洋甲印度洋的部署，互各國高度警戒。目前聯合其他的民主國家形成海上的共同安全網，已經是重要的關鍵。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立法院今仔針對擴大育嬰津貼的政策來進行討論。有立委是指出講，軍公教的基層會當領到育嬰津貼是閣比基本工資較低。專屬部是強調講，今日修法投保的金額是袂當比基本工資較低，差額會變預算來補。少囝懷危機，即馬是哪來哪嚴重？為着要鼓勵人生囝，行政院拍拼修法，按算要來推出飼囝大禮包。立法院針對育嬰流程，也閣有擴大津貼開始討論。朝野立委一困頭提出真濟的修法的版本，希望會使予政策更較周至，予大家會當安心飼囡仔。除了親生爸母以外，立委就咧關心收養的家庭敢有包括在內。請問你們這個發放的對象有適用那個收養的家庭嗎？經過法定程序收養，在規定範圍內。唔那收養家庭的權益愛國，有立委嘛為第一線基層來發聲，親像軍警校，也閣有老師甲公務人員，即馬攏足欠卡手。啊，那少囝化的背後代表的優源是空課場待遇的問題。基層的公務人員就真無來講，就算講想要請育嬰流程，啊，毋過想到迄塊定定咧欠人，也閣有來自同事甲長官壓力，甚至愛煩惱講請假轉來迄塊反正就無佇咧了。佫較心酸的是，有一寡基層算落來領到的育嬰津貼是比基本工資佫較低呢。有些基層的同仁領到的津貼，甚至比基本工資還要低。那我想請問我們的考試院跟銓敘部這些問題，你們是否有掌握？可不可以研究一下民主國家的公教人員育嬰留停的津貼計算方式？那希望評估不低於一般勞工的可行做法。就我們這次修的法裡面就明文規定呢，未來的投保的一個金額不得低，就是如果你是低於最低工資，就是以最低工資算，主管機關那邊預算來補償差額。這個公保法修法草案的重點包括申請育嬰留停的時，這個子孫年歲上限會提懸。第二是放入爸母請領限制，未來爸母雙方都已經領滿6個月津貼，會使閣加請3個月。第三是育嬰津貼甲最低工資中間的這個差額會甲保護到。那麼這個草案已經在6月15送行政院所落來，會趕緊函送予立法院來審議。記者綜合報道。美國費半指數昨收盤是大落要8%哦，所以台股今仔嘛落上千點，收盤是46043點，落1057點哦。但係這段的最後一段是賣萬外張，所以今仔收盤是落100塊，收佇2390塊，這嘛是台這段有史以來落上濟一日。昨台股收盤才徛在47000點哦，也毋過受到美國費半指數大落，但這段的 ADR 嘛落要7%，台股今仔一開盤就大落，指數嘛落破46000點，也毋過落尾收盤是落1057點，但這段收盤是落到2390塊，是落100塊。今仔韓國股市盤中是起超過4%，日本的股市嘛落破7萬點的關卡。台股是真叻，有袂少人用厝去貸款，也是向銀行來借信用貸款投入股市。金管會是表示講已經提出2大指標要來監管咯，會啟動專案調查。金管會嘛強調講，雖然5月份的個人借錢的金額有增加，也毋過閣算合理哦，閣也袂需要來提出警戒。
台股加權指數繼續關動震動，部分投資人為着要較緊賺到錢，以厝貸、信貸的方式落較濟錢入去股市，拖出四大動盪的現象。金管會表示，已經設立業務成長異常甲風險指標明顯變化兩條監理紅線，未來只要達到線，會隨時啟動專案檢查。因信貸的額度核給受限於剛才提到的 DBR 22的規定，那且銀行也建立了相關風險控管的機制。那銀行的承擔風險應屬可控。就是咧，驚貸款的資金流入股市傷濟，金管會提出上新的放款數據，到5月底，本國銀行放款的總額是47.35兆，個人放款的餘額是22.46兆，佔總放款的47.43%，單月增加1990億。啊，那民營企業放款餘額是22.31兆，佔總放款47.12%，單月增加3006億，顯示放款的成長動能也是以企業投資、生產和營運周轉需求為主。進一步分析，5月個人放款情形，平去年同期單月增加2990億，厝貸一年增加4830億，信貸一年增加758億，車貸一年增加175億。目前無看到異常擴張的情況。的確是有增加，但我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合理的增加幅度。就是還不到我們的這個認為異常的這個指標值。四貸全開的狀況呢，的確會引起當股市如果在大幅修正的時候，的確會引起市場的擔憂，甚至會有所謂斷頭的可能性。金管會強調，目前會以例行檢查掌握四大動盪的情況，加上四大動盪中的厝貸理財周轉金、股票擔保攏受到債務比的限制，銀行會管控避免定額免上卡的風暴。記者綜合報道。台股陸要去到5萬點咯，有愈來愈濟人投入股市，嘛有袂少人用厝、用股票、用信用貸款借錢來投資。也毋過股市是起起落落，風險是真懸哦。今仔解剖新聞，咱就要請萬婷來為咱解剖，目前民眾是安怎小股市，政府是安怎要來應用。是主播，觀眾朋友大家好，今仔日解剖新聞就要來看即馬股市交易，台股是穿甲掠袂牢，有愈來愈濟人攏想要蹦即個勢賺大錢，就開始甲因的錢落入去股市內底，想要買股票來分一塊餅。毋過，毋是所有人攏遐爾有本錢，有的人就會透過用厝去貸款，或者是信用貸款等等的方式，先來甲銀行借錢去投資。啊，這借錢的人一日也變濟，風險嘛對咧增加。就連彭博新聞社嘛提出警示，講這台股的風險是已經開始出現，為着買賣股票來借錢，結果煞還袂出來。這款違約的金額，佇咧6月是已經增加超過20億，這是為2019年以來上懸的記錄。針對這個現象，金管會嘛定出2條紅線，只要達到，就會啟動專案檢查。一個就是這銀行放款的金額是向來大量增加，過來就是無按時還錢的人，這個比例是一直咧加懸。只要達到其中一項，安尼金管會就去甲關心一下。金管會嘛公布上新的數據，咱會當看到講銀行佇咧5月借出去的錢，也是以民間企業較濟，個人的部分目前是也未增加甲上超過，佫佇咧合理的範圍，也未達到警戒。毋過金管會也是繼續來管控，隨時注意風險，提醒大家有錢賺是好代誌，毋過也是愛評估家己的能力，好好來規劃。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聞，咱將鏡頭交轉去主播。感謝萬婷哦，咱個繼續來關心新青安貸款的補貼，7月31就要到期咯。財政部目前嘛在研究新青安2.0的方案，按算講年底月底就會公布。長期關心基礎正義的民間團體今仔甲跨黨派立委開記者會，伊是呼籲講新青安2.0的政策，就愛改善目前補貼資格認定上過寬鬆的問題，錢就愛開較有價值，嘛會當甲鼓勵生計的政策來拔做伙。要精準，政策才有用。政策才有用。立委甲學者做伙呼籲，希望政府未來推出新青安2.0的時，會當調整申請的資格和補助的內容。有民團指出，目前推行的新青安政策，資格限定上過齡，無限制年齡甲收入，年收入超過200萬，佮摕到補助的，就有18000多人。另外，政策嘛無規定愛頭一擺買厝的人才有資格，無一定會當幫助到真正有需要的少年人。超過50歲以上拿到新青安的有6700人，請問他們是青年嗎？因為我們叫新青安，
好，你名下沒有房子就可以來借了，我們沒有任何的排戶條款。我們也不管說你買的房子會不會超過你的負擔能力，這完全不在我們新青安的討論範圍。民團建議政府要針對年紀和收入的資格有較嚴格的限制，嘛要針對民眾的收入限制貸款的總額，避免民眾買超過會當負擔的厝。學者嘛呼籲，應該把補助的內容結合鼓勵生囝的政策，減輕民眾飼囝的負擔。國家鼓勵婚育，對不對？那國家鼓勵呢，真正的首購。你一定要鎖定特殊的身份族群，跟你的某些國家政策是符合的。立委嘛講，因會參考專家學者的建議，甲政府共同推動調整了後的新青安2.0，甲錢開佇對的所在，嘛互新的政策會當真正實現依足正義。記者桂宗林、謝桂林台北報道。一間全台灣連鎖烘肉店，就安尼烘肉吧。去年開始有真濟分店攏收起來咯。即馬甘樂村台中的南屯，閣有在開，也毋過嘛傳出講欠匯款，員工無領到薪水，閣有資遣費等等的爭議。勞資協調的時候，業者也攏無出現。台中市勞工局已經罰業者34萬，受害勞工嘛會當先向勞保局來申請承領工資。店員佇內面的備料為下晡營業做準備。有名的連鎖烘肉店就這樣子烤吧。去年有一間分店結束營業，現此時甘樂村台中南屯這間分店也閣咧營業。不過有一名離職的員工甲合作廠商指控，去年7月經營權換手了後，一直發生拖欠匯款甲員工薪水的爭議。去年7月底接手，然後到現在這樣。團隊進來接手之後，貨款都沒有付啊，就變成後面是只有還幾萬塊，還有10幾萬。業者紅榜因是經典的台式烘肉，並且閣捌公告新的營業團隊進駐，歡迎消費者閣來用餐。台中市勞工局證實，這個業者對去年底開始已經有18個員工因為欠薪水甲資遣費，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不過業者並無出面，所以已經有9個人提出申訴。今年4月，南屯店予人勞檢確認屬實，總共裁罰業者34萬。勞工局在去年底跟今年初有陸續收到9位勞工的申訴，那申訴內容主要是工資未全額給付以及資遣費。那本局也都已經派員實施勞動檢查，並依法處分在案。業者並無對外回應。台中市府強調，實際受影響的勞工人數甲所欠的薪水，也閣咧調查釐清。業者總公司在地主管機關台北市政府嘛，已經佇今年2月做出停業事實的認定，予人欠薪水甲資遣費的勞工，後續閣會當向勞保局申請工資賠償。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特別注意哦，最近網絡有真濟講拉拉山水蜜桃大出，銷路真歹，就愛民眾到三港來買。閣有桃園的兒童藝術節要找工讀生等等的信息。桃園市政府是不會講，這攏是詐騙假信息，呼籲民眾哦都唔通哄騙。規排旁邊把水的水蜜桃，看到足嚇人的。桃園拉拉山水蜜桃當道時，逐粒攏是農民的心血。不過最近網絡社群平台所傳出拉拉山水蜜桃因為大出，結果敗市的消息，愛民眾支持農民。原來這款詐騙的步數，農民感覺足無奈。詐騙的話當然不接受，因為1盒150，你根本就不付成本，你就已經。可能你是倒貼在賣，不太可能是這種濫賣，對，因為水蜜桃它確實是珍貴，所以今年有滯銷跌價的狀況？沒有，而且今年沒有很多沒有說特別多啊。農業局澄清，水蜜桃的訂單穩定，而且繼續在成長，市場攏真加熱。針對網絡敗市的假消息，已經甲所違法店鋪網絡詐騙通報查詢網通報，而且已經受理。呼籲民眾唔通相信來源不明的資訊。除了農產品以外，桃園兒童藝術節嘛起哄正名，不明的人士佇咧社群平台打講要請活動現場的工作人員，而且閣有不明的連結，讓民眾點入去填個人的資料。近期詐騙集團常常利用政府的相關活動去進行民眾個資的收取相關的詐騙的連結，就民眾千萬不要輕易的點進去。報道局表示，已經檢舉這個大門嘛報案稍後會繼續追蹤處理的進度，嘛呼籲民眾都要認明官方的管道，唔通烏白點，若無會起哄騙甲空空。記者綜合報道。
屏東的酸亞收甲差不多了，這嘛是換台南的酸亞大出，今年的產量是比過去增加3成，計數只有去年的一半。農業部嘛鬥相共在找通路，台南的酸亞這嘛已經賣到法國巴黎超市，韓國嘛甲進口的關稅對30%降到5%哦，嘛已經出口超過1200噸了，比去年規檔出口800多噸，是增加真濟。採做地愛文黃景吟閣彭講講，國內主要的產地台南酸亞上市下到8月底，今年酸亞大出產量比前幾年增加3成。上大的消費市場邦橋區農會早起也特別辦展售會，農業部表示，今年的價格甲酸亞同款甜蜜蜜。大概今年更親民啦，大概只有去年的4成到5成的價格。為着要穩定價格，農業部啟動各通路的促銷，今年繼續開拓海外市場，親像銷往法國巴黎超市的酸亞。逐粒攏青一青高把水，一粒會當賣到2000塊遐爾濟。外銷的量雖然是無濟，不過地方農會嘛是真歡喜，會用行向世界。咱要去法國巴黎，就要用坐空運的，空運的運貴，唔是農民會當負擔的。咱政府有先買補貼我小可運費來推去法國，這是善意美意。青年農民嘛是真歡喜，不過希望除了愛文，農業部嘛會當協助金紅、玉文等等其他品種的酸亞開拓能見度。各項農產品都是很優秀的，不要只有愛文，那我們其他的品種也可以稍微來推廣一下。嘛有聲音質疑銷往巴黎酸亞愛靠政府運費補助，若無酸亞空運費傷懸，根本袂好，農民也袂當享受到利潤。對此農業部是表示，開拓任何的外銷市場，愛付出真濟心力，唔是話要賣就會使賣。做生意無遐簡單呢，唔是講我今仔甲車過，就去賣啊呢，唔是呢，愛先甲對方的國家談判。檢疫條件可不可以？可以的話，我們才出得去。那不是出得去就可以賣呢？要跟對方的這個商家要討論。今年韓國嘛，予台灣酸亞關稅優惠，一直到8月中為30%降至5%，目前外銷量已經超過1200噸，高過去年的836噸。不過，若甲中國比，目前台灣酸亞外銷量會當到9000多噸，嘛是差大碼。農業部表示會繼續開拓其他海外市場，今年的目標是2000到3000噸。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來看，美國甲伊朗雖然已經簽署和平備忘錄，也毋過美國參議院總是以50票贊成、48票反對，要求總統川普得愛調回所有參加伊朗衝突的美國部隊。昨是有真濟共和黨的議員投贊成票，雖然北京是強調講昨個決議案無法律的效力，也毋過這嘛恐驚會互川普面對真大的壓力。美國參議院23以50票對48票通過一項共同決議案，要求總統 Trump 撤回參與伊朗衝突的美軍部隊。And this is the 10th time Democrats have forced Republicans to vote on a war powers resolution to end the war. 這項決議伫咧6月初已經伫咧眾議院通過。自1973年戰爭權利法立法以來，國會兩院頭一擺鬥陣通過共同決議，要求總統撤軍。但伫注意的所在是伫咧這擺表決，攏總有4個共和黨的參議員甲民主黨徛同邊投贊成票，也若民主黨嘛有一個人走票投反對票。提案的參議員凱恩就直接講，川普政府最近已經甲國會申請關閉800億美金，大概是2.5兆台票的緊急預算，用來補充2月底消磨的彈藥庫。所以國會有義務大黨啊重新審視這項軍事行動。I think is significant and telling of the political moods, but is by no means going to actually lead to, in my view, legislation that can override a very likely presidential veto. 這項決議對川普政府來講，恐驚是完全無啥準備。北京發表聲明，這個案件是屬於共同決議案，根本就無需要總統簽署，所以在法律上未輸是廢紙同款，無法度強制行政部門來執行。But as you know, we just achieved a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to end the conflict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雖望川普講，美已經確定和平備忘錄，毋過若是伊朗官方講無答應接受全面的核武檢查，雙方即馬閣為着荷姆茲海峽未來敢要徵收海事服務費，狀況閣硬冰冰。No country is allowed to charge tolls or fees on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美國國務卿魯比歐緊急出訪中東盟國，警告伊朗袂使佇咧國際水道收錢。Trump 這個和平備忘錄，敢會當真正甲衝突結束，互國際社會真關心。也若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 IMO
已經正式啟動大規模疏散計劃，準備甲調佇咧荷姆茲海峽1萬外的軍員，還有幾百隻的民用船隻，趕緊撤離。公視新聞4派選編譯。歐洲的天氣非常的熱，法國有超過一半的所在攏是紅色警戒，埃菲爾鐵塔甲羅浮宮閣提早關門。在意大利，包括羅馬、米蘭等15個都市，嘛發布紅色警戒，溫度超過40度。也毋過北歐的瑞典、挪威甲芬蘭，因為無遐爾熱，有啥真濟人去度假。受到極端熱影的影響，較早佇夏季旅遊的大月開放到半暝飯店的埃菲爾鐵塔，23宣布提早佇下晡4點休困。較早是客滿人潮的排隊地點，但煞剩無幾隻鳥，真濟遠路來的外國遊客感覺有一點仔失望。I got tickets 2 months ago for the Eiffel Tower. We're going to go to the top floor today at 2 o'clock, but then they canceled all the tours 1:30 and after. 法國23創下1947年有史以來上熱的下晡甲暗暝。氣象預報員指出，全法國一半以上的所在，總共54個地區，互人列入紅色警戒。當年的羅阿尼河雖往設立禁止游泳的個示，不過也是有民眾為着要避熱來落水，嘛定發生有人墮水的事件。對6月18熱影開始，已經有40個人不幸落水淹死。極端高溫嘛會刷到拜六禮拜，高溫會維持佇40甲42度，暗時嘛是同款翕熱。巴黎市府宣布，秀邦區公園要通宵開放，和民眾納涼。Il fait très chaud, on a pas la clim, on a un pauvre ventilateur et donc on a attendu 21h qu'il fasse un peu meilleur pour j'avais tout préparé à manger pour là des 3 prochains jours. 炎熱天嘛帶動電風大賣，巴黎一間電子產品大賣店，但要介紹的人客是差不多一人攏摕一台電風，冷氣機是袂甲攏欠貨。佇英國倫敦一間百貨公司的電風甲降溫的商品，同款攏賣甲無夠。This week we're plus 50% off across our fans and cooling range, and they're literally flying off the shelves, no question. 這波的極端高溫衝擊到中南歐的傳統觀光業，嘛意外和北歐成做熱門的漂熱新熱點。根據挪威創新署的調查，去年熱人外國遊客內面2成是為着要閃避極端高溫來的，來自南歐的遊客比例閣高達4成。世界氣象組織警告，歐洲反燒熱的速度遠出世界平均2倍以上，這種向北甩的旅遊新現象甲極端氣候，等咧大大改變歐洲人的夏季生活。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來看聯合國統計，東南亞的詐騙一檔的產值有代表一條4000億。泰國雖然佇去年有大執法救出5000個受害者，也毋過人權團體是統計講，目前大約有5300個人應該受到控制，封關佇詐騙園區。總部設在泰國人權團體人口訪問受害者公民社會網絡因上新的統計，目前有大概5300名的詐騙受害者，互人綁在泰國甲緬甸邊境的詐騙園區。人權團體發文呼籲警方愛趕緊行動。人口訪問受害者公民社會網絡的批信當中，講到目前佇咧詐騙園區的受害者，包括1006名的中國公民、200名的緬甸人、20名的泰國人，閣來自菲律賓、台灣、馬來西亞、巴西、羅西亞，閣有真濟非洲國家的公民。這受害者佇咧嚴重的威脅之下，互人逼做詐騙，若要達成目標，得向虐待。So to get people in a place where they are able to create fake relationships and steal money from people, oftentimes violence is used. It's a horrible jail-like situation for the humans inside these compounds. 人權團體指出，目前有大量受害者去用關在緬甸民兵控制區的4個詐騙園區，以後外界要救人是更加困難。泰國去年主導區域聯合行動，對緬甸米瓦迪地區大型詐騙園區救出5000名受害者。外界看作是東南亞這幾年來規模上大的反詐騙行動之一。不過，詐騙集團真紀就調整方式，依靠民兵武裝庇護繼續運作。根據聯合國毒品甲犯罪問題辦公室上新的報告，敢若是緬甸邊境的詐騙園區，每一年騙人的不當所賺的都將近5100億個台票。若是閣再加上緬甸、柬埔寨、寮國在內湄公河地區，就要到1.4兆，相當是全世界毒品買賣規模。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過來消息來看，花蓮的警方最近佇新社鄉是抓到真濟食骨貼車、閣有塞車，嘛超到依托米子也是海洛因等毒品哦。另外，佇新北市的新店有車拒絕臨檢落跑，落尾嘛是互警察抓落來，嘛佇車頂哦超到安非他命。下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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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車！你先有下車。好了，我下車了嘛。
透過路口監視器的畫面，會當看到因車修理車佇個新店上河路甲吉安街的路口，為着要閃警察，煞違規駛路徑，毋過路口車濟轟動掉咧。迄陣警察隨衝起哩甲炸落來，就佇個車頂敲出安徽他命。推嫌拒檢逃逸，沿途多次逆向跨越雙黃線等交通違規。本所員警最後利用車陣及安全防護裝置等環境，伺機將崔賢帶離自小客車，現場實施唾液快篩，結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另外，13暗時，花蓮警方佇個新城鄉巡邏時，發現一台小客車停紅燈的時煞未互動車。警方盤查發現，駕駛精神無好，快胎嘛出現陽性，而且佫佇個車頂超出伊托米子混油。想袂到，才過無幾點鐘，10時半暝，佫佇個北部路頂發現一個婦人人騎歐多拜違規無拍方向燈，炸落來了，發現伊失神，快胎嘛出現陽性，佫佇個車廂內面抽到1級的毒品海洛因。怪怪的，我們就攔下來，然後就查。對，而且你又違規。一條。陽性的啦，陽性誒，用安那哦。駕駛神情恍惚，疑似有施用毒品情形，經實施毒品快篩檢驗呈陽性反應，並於駕駛身上起獲海洛因。連續幾日行，食毒塞車，好佳哉攏互警方隨查落來，相關的嫌犯攏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險罪移送地檢署偵辦。記者綜合報道。屏東立黨一棟都氣好的犯厝有住戶指控講，建商佇1樓消防通道為停車格，佮賣150萬，互逼空了後，說干那要退120萬哦。毋但有停車位的問題，佮會漏水，住戶是真怨嘆。這裡是逃生出口啊，那這應該要淨空啊。我們他這裡就是另外自行畫一個汽車來賣150萬。住戶實際帶記者行去1樓空間，原本這搭是一個停車格，有住戶開150萬買落來，煞有人反映停車格邊仔有變電箱，閣是避難的消防通道，袂當停車。買車位的住戶想要退掉，建商煞講只會使退120，連大門口嘛會當看到建商規劃一堆停車格，後來也發現電話卡嘛袂使設停車格，才閣付掉。住戶講原本員工都無規劃的物件，因為建商答應啊，才來烏白鬥，欠啥補啥，互住戶感覺不滿。那車位是另外買的，對，機車格是配的，對，啊，到最後弄到最後，這個也不行，這個也不行，只要有位置他就亂畫，畫來賣。機車格沒有賣，可是他當初有，就是我們在簽買賣合約的時候，他有跟我們住戶說，就是每一戶會配一個機車位。除了停車格問題，你講這棟大樓有袂少住戶2005、12月搬入來了後，開始發現排水孔落大雨，會塌掉積水。管樓站嘛反映外牆會漏水，閣有放監視器主機的空間，塗骹做一支插座。這個問題向建設公司講，攏無得到改善，住戶擋袂掉，就甲經營管委會建商頭家換掉，選出新的主委來解決問題。他是亂講了，你現在聽住戶講不準啊！準備要把錢退給他，把那個位置劃掉就好了啊！哪幾個有問題？啊，不然我就把全部的汽車格塗掉，看他的汽車要停哪裡，我也沒辦法啊！趕快下去處理，1-2個月就把它處理好的。在建築物的逃生出入口及避難動線必須符合建築法的要求，不得影響緊急疏散功能。管府表示，若是建設公司家己改變大樓設計，和這條的道無同是違法的，實際查到會要求限期改善，狀況嚴重就會開罰。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來看新竹縣遮打啟用的空中網球場，有民眾就發現講，防護網的懸度敢若4米爾，實在是無夠懸哦。球場的箍腳嘛攏無平，實在是真危險。縣政府即馬是表示講，會找運動團體甲專家來討論，看安怎來調整。球擦拍出去，就卡到頂懸的網啊，互民眾攏袂當好好拍球。有民眾表示，這個網球場毋但懸度有問題，連塗骹也無平，民眾就煩惱可能會害人絆倒，然後甲球牽對塗骹，球嘛彈袂起來，可能會影響到比賽公平。我不會跳起來，完全不會跳起來。這種只要裡面有一點點，它就有可能會影響，所以比賽的話，這就有公平性的問題。這個地面是凹凸不平的狀況，仔細踩下去，裡面都是空心的。按現場的球友也反映，像這樣的一個貼面不合的狀況，使用上很有可能會有摔倒的狀況發生。
這新竹縣府開1700萬起的第一座空中網球場，就設置運動中心樓尾頂，原底是可以佇頂頭架網啊，讓民眾拍球較袂熱，來當防止球落到外口。即馬卻因為關刀干那4米，球若流啊拍較懸的，就會較着引起批評。在增設圍網以及上方的防護網的時候，那我們會是考量到使用者的安全及周邊人車的安全。那針對於球友反映說，他的高吊球不足的部分，那縣府這邊我們會再邀請相關的單位以及相關的專業人員來進行現勘。港府表示會針對網仔的關度擱再調整，塗骹的部分賣請廠商頂鋪完成修復了，再擱對外開放。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因為人口的變化，台東年底的基層選舉，太麻里鄉、延平鄉、閣有達林鄉這3個鄉哦，鄉民代表選區的席次會來做調整。其中太麻里鄉第2選區，閣有達林鄉第3選區，鄉民代表是對3席增加做4席，有1席是婦女的保障名額。關議員哦，選區的席次是無變。台東縣選舉委員會24早起召開年底5合日選舉委員會會議，因為台東縣有一寡鄉鎮人口數有出現變化，親像太麻里鄉、延平鄉，也閣有達林鄉3個鄉，因的人口結構有改變，會按5月底戶口的人數來做代表會席次的調整，毋過總席次是無變的，嘛袂影響議員的選舉。經過統計之後呢，確認人口數之後，去計算了，按照中選會規定的公式去計算這個投票人口數跟基本人口數。這個調整太麻里、延平鄉也閣有達林鄉代表的席次，這3個鄉攏有一個選區減少一個席次，嘛代表講另外一個選區會閣增加一個席次。親像太麻里鄉的人口按2022年選舉了後，人就愈來愈少，甲今年敢若剩10431人，所以這選舉的席次愛做調整。有代表認為，這對參選人來講，增加的席次會互競爭更較大，毋過對選民來講，會使得到更較多服務。參選的人比較多啦，席次就只有4席，所以但是也對我們的民眾也有非常大的幫助，就是我們的選舉人他會付出更多的心意來服務我們的鄉親。台東縣選舉委員會表示，這屆要選代表，這席次調整的結果會向中選會來提報，若詳細選舉的公告會佇咧8月20來發布。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花蓮萬里溪水頭有一個新的崩山湖，水量差不多是有600萬噸哦。政務委員桂連成是警告講，10天到20天內就會滿出來，若閣落大雨就真危險咯。林保署是判斷講7月12日水就會滿咯。佇個水尾的萬榮、鳳林有38戶來做保全戶，若發布黃色警戒就會隨撤離。直升機對天頂看，規片的山壁攏崩來，面積有45公頃，這麼多土沙，甲溪流攏塌掉去。花蓮的萬里溪頂樓變做一個崩山湖，住佇下樓的民眾會驚。會怕，真的很怕。就像我們祝福這個前部，就是怕就是這樣子。雖然林保署講看起來暫時無危險，不過風台季節來啊，行政院政務委員桂連成也警告講，崩山湖20天內有可能會滿出來。它的出水量大概是600立方。600立方的概念就是大概600萬噸，預計在10到20天之內會溢流。如果遇到大雨的話，時間可能更提早。林保署講，崩山湖在7月12左右就會到滿水會，趕緊甲鄉鎮公所的官員開會，驚講崩山湖到時若滿出來，甚至是崩倒去下樓的萬榮鄉甲鳳林鎮的民眾真危險。所以萬里溪兩岸50到300公尺攏列做警戒範圍，萬榮有8戶26人，鳳林30戶。主要的出亂撤離區域還是集中在林田山，因為那邊是一個比較河段狹窄的地方。另外，針對像長橋里、鳳信跟三星里的部分，影響的民眾並沒有很多。第8嶺那邊的跟第6嶺的，還有面對中央山脈體育館的左側那邊有一些族人，包含都在裡面了，就全部都給我離開了。若是發布黃色警戒，就會強制疏散撤離保全戶。林保署講，崩山湖佇咧中央山脈較深山的所在，溪谷真驚，人甲機具攏真歹入去，無法度對壩體做處理。另外，鐵路橋梁加萬里溪橋這款設施也受影響。我們會配合它的一些預警，包含說跟馬太溪一樣，會有黃色警戒跟紅色警戒報。那我們該怎麼樣去配合？我們都現在目前也成立群組。實在太深山，沒有路到達，也沒有任何訊號，所以而且它地形陡峭，直升機
可能也沒辦法垂降，也沒辦法吊掛。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哈，我們會看看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做最好的一個監測。萬里街下樓的布花已經有派機構入去，將布花加懸固定清河村的塗刷，一個鐵路路線規劃，所謂防災整備攏佇咧進行，對崩山湖的威脅，各單位攏正注意。記者綜合報道。宜蘭大溪龍潭湖風景區湖內底的鴨甲鵝生產了是愈來愈多，嘛已經造成環境的問題，四界攏正臭，邊仔草埔嘛攏消失了。縣政府最近拍算要來減少鴨甲鵝的數量，嘛呼籲遊客就唔通擱試咯。宜蘭大溪龍潭湖風景區湖廣山景青翠，吸引袂少遊客，是縣內出名的景點。毋過一行我煞看到大群的鴨甲鵝。這鴨鵝啊，毋但臭摸摸，閣甲岸邊的草啊，夾骨頭，互在地居民是真困擾。最近鴨鵝啊一直斷，已經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鴨來爾都愛吞甲曬安尼放啊，這草攏袂生。毋過當地遊客有誒就愛摕食物甲飼，是否淡入湖嘛污染當地水質。縣政府接到反映，最近會啟動鴨甲鵝的清除作業，佇當地設捕鴨的圍欄。所以我們經過跟農業處以及相關單位討論的結果，所以透過適度的捕捉來降低鴨跟鵝的數量。縣政府希望將龍潭湖的鴨鵝數量降到袂對環境造成衝擊，了着鴨鵝會互鴨寮故事館安置。針對當地烏白市的行為，縣府雖然還未公告禁止，毋過會派員巡視勸導遊客，若是情況無得到改善，後續無排除會正式公告。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南投縣65歲以上的老大人有超過106000多人，平均5個人就有一個人超過65歲。縣政府逐當攏會辦托風舞的比賽來鼓勵老大人運動。當地嘛有大學生利用 AI 甲老大人的生命故事來寫作劇本，嘛搬上舞台，那麼做伙來看賣。佇集會區等要上台比賽，阿公阿嬷老師把時間帶領大家趕緊訓練。廖秋選老師本身是衛生所護理長退休，伊講希望用跳土風舞來訓練時代的筋肉，讓老大人身體愈來愈勇健。南投縣長嘛鼓勵時代參加社區活動，維持運動習慣，加強筋肉的動頭。練了會忝啦，但是嘛是感覺講真趣味啊。安尼哦。嘿啊嘿啊，然後一寡歌帶長輩運動哦，我攏簡單啊，就是踝關節，像他們墊腳尖啊，就快樂的呀。我也可以預防自己延緩老化啊，我很快樂，他們也很開心啊。縣長表示，南投縣老齡人口已經106000多人，平均每5人就有1位是老大人。為着要加強長輩的身體機能，所以縣府逐年攏會舉辦老大人托風舞的比賽。肌肉減少的時候，走路就比較容易這個不平衡，那也很容易會摔倒。鼓勵更多的長輩呢，能夠走出家庭，進入社區，而且呢，鼓勵他們多做運動。另外，咱開大學為着要強化時大人的腦力，特別讓學生啊，根據時代的故事，運用 AI 的技術，畫出多樣搬舞台戲。你在做什麼東西？這比較晚，為什麼少一筆？比較生動吧，也比較新奇吧。我們家60、70歲的阿公阿嬤，大家都學得很嗨，很認真。時代嘛表示，透過運動。會當活動筋骨，嘛會當學到新的物件，預防老化，嘛互社區的時代健康佮快樂。記者安秀南投報道。大家好，來看台語親子劇團哦，早起到新北市邦橋文德國小來辦台語的音樂會，透過唱歌跳舞，互囡仔輕輕鬆鬆來學台語。表演者若跳舞、若唱歌，用簡單的歌詞，甲生活中有關禮貌的代志唱做歌。一條台語囡仔歌號做回憶禮，囡仔聽甲耳仔拍拍。拜三台語路親子樂團來到新北邦橋文德國小舉辦音樂會，學生囡仔嘛聽甲真歡喜。大家會當跳舞，個會當唱歌，足歡喜的。不過學校若要佇上課時補上音樂輔助教學，常常因為歌曲版權唔敢使用，嘛有老師希望通提供組織管道，互因有篩選好勢適合囡仔的內容，互學校通安心使用。有台語路親子樂樂團甲幾若個囡仔歌創作者決定授權囡仔歌，互學校若有適合的內容，嘛希望教育現場會當安心使用。譬如講，感覺有誒什麼宗教的啊，還是政治立場的啊，是啥物啊，是講迄一寡語言，
較深色，無適合囡仔知影的。做這囡仔歌，就是希望會當互較儕囡仔會當接觸到台語，互啊加做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阮嘛會試過去表演，像今仔日來到這，就是希望會當甲這囡仔歌唱互更較儕囡仔來聽。台語路親子家家團表示，後續也會甲其他學校合作辦音樂會，唔望囡仔自細漢就接觸台語，對家己的語言甲文化產生認同。記者郭金王之光新北報道。第37屆金曲獎500日特別頒獎咯，今年有一個33歲台語音樂創作者謝金榮，以頭一張專輯入圍最佳新人台語歌王等4項獎項。那麼做伙來看伊的故事。歌聲唱出人在異鄉打拼的孤單，想要講出來，閣驚厝內人煩惱。音樂創作者 CJ 的這首歌《唔甘》就收佇咧伊的台語專輯《我說》內底。CJ 自細漢就興古典音樂學彈鋼琴，17歲出國讀冊，也做過助理教授。到2004年才回來台灣。伊講家己其實無啥會曉講台語，自從開始做台語歌，才知影台語有真濟聲調甲發音的美感，聽攏是靠媽媽指導甲家己查字典。發音啊，還是係共鳴的方式都無共款。台語有伊家己的旋律線條，伊甲古典樂合作伙的時陣。唔知安怎就合袂。CJ 講家己的夢想其實是要做鋼琴家，所以在24歲的時手受傷，當伊感覺絕望，所以意外發現唱歌的趣味，互伊想要轉圖。父母當開始雖然無諒解，伊也是想要試看覓，所以返來台灣是加駐唱參加唱歌比賽。CJ 的頭一張專輯在今年金曲獎就入圍最佳新人獎、最佳台語男歌手獎等等，攏總4項。不過伊的爸爸因為破病，無等到這個好消息就轉去啊。阮媽媽是甲我講，可能即屆有即個成績是阮爸爸佇咧幫助嘛，無一定安尼。CJ 表示，雖然家己的台語底無深，不過學音樂這儕年，嘛在外國接觸過真濟無共款的音樂，所以在台語專輯內底，伊嘛結合 Jazz、R&B 和鄉村音樂等等多元的曲風。伊認為做台語歌充滿挑戰，伊也會繼續創作大家毋捌聽過的風格。記者盧尚如、林曉凱、張君和台北新竹報道。下晡半天氣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7度。中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7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東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3度。外島地區上低28度，上懸34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語台播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播3點，咱再會。